哎，美女美女，我想到你帐篷里面躲一下雨，可以吗？你想啥呢？不行，你是单身吗？我是单身啊。你是旅游的是吧？啊，我看你这个帐篷，户外帐篷，啊，跟你开个玩笑啊，这个没有嘞，我不用躲雨。现在雨下的也不大。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呀？我是从上海过来的。上海过来的。哇，你就带着帐篷徒步是吗？对。徒步的。哇，你真牛，真勇敢。哎，我就佩服你们这些徒步的，就这样背着帐篷，带着睡袋，就可以行走天涯。年纪多大？不大吧？18岁。你看我像多少岁？去西藏318找对象是不是？是的。真的。蛮好的。哎呀，我觉得找对象是人生大事，一定要好好找。是吧？这回到318，祝你找一个如意郎君。好的。